伫咧台东有一个11个月大的红婴仔，敢若是去互伊的老母甲同居的人虐待，规身躯拢全伤，头壳换来出血死亡。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美君就质疑，台东县府无直接去关怀这高风险的家庭，才会造成悲剧。因为社会处是表示讲，因有先评估过，才互这个老母继续照顾囡仔，嘛拢有按照规定去咧关心。台东一个11个月大的查某红婴仔，去年出世了后，因为爸母冤家到离异，无养权交予妈妈，佮因为妈妈已经有2届婚姻关系拢有囡仔，佮加查某红婴仔还佮2个双生阿兄无法度请养，请求社会处安置。今年8月，妈妈要领囡仔甲当地人做伙请养，社会处评估妈妈照顾功能，嘛通过亲子教育课程甲双生交予妈妈照顾。不过1个月后，10月7日，查某红婴送医，发现身躯真侪伤口，脑内出血，暂时死亡。先别讲囡仔互人安置，伊拢唔知。最后一面是接到社会处通知，伫病院急救。我是生父，虽然我们有卡一些法律上的问题，但是为什么小孩子的种种都是他在处理？中华民国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美君质疑，查某红婴互生母甲当地人带倒转去，这1个月期间，社会处到底敢有尽到访视责任？外界嘛传出社会处要要求生爸，莫对外讲这个案件，安尼无要补助丧葬费。社会处是讲拢依照规定，每个月访视1届，丧葬补助可能是双方有误会。因为我不知道社工到底在这个期间里面访视了多少次，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然后还是只是去那边看到孩子就是活着就行了吗？我们的社工有特别提到说，对于妈妈的部分，他其实有一直跟妈妈做联系，那也约好了要去做我们的亲子赋能的一个评估，那就发生这个事情。其实时间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快速。他是对生物有那种讲述说。希望你不要再对外，甚至记者有任何的多做解释，并没有说爸爸讲的灵堂不予给予布置或者是丧葬补助费用的部分。王美君讲，最近国内少年所发生儿少不幸事件，政府规划的社会安全网真侪缺失，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要确实检讨儿少安全网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